得到前人历经大难不死的考验之后，对道路更是勇猛奋发，大展宏志，将道路推展到全台各地。50年前的台湾，环境困苦，民风朴实，河老前人常常背着国具，腰缠饭包，一壶茶水，主动帮着老百姓做活，取得好印象。遇有善根记者，便一并就简的办法。
老前。